真理者，如来是真理者，实就是无虚。哦，真就是真实，实就是无虚，真真是实。哦，真真是实。如理者，如就是用着我正如啊，吼，正如一定要注意。正如，正如就是讲咱的清净，清净，清净的本身。正如就是咧讲清净的本身。我用着我清净的本身，清净的本身无经过着迄个思考的物件，用清净本身来保证如，所以清净本身，正如就是解释这个。所以咱常捌听到，哦，菩萨但应如所告出嘛，就是讲这，如就是讲这个清净本身嘛。刚才讲如了，如就是讲用这主相，伊嘛使解这主，解释叫做主相。伊嘛使解做主相，嘛使解释叫做清净啊，心正如拢会使安尼解释。就简单讲起讲，伊用着主相，伊用着清净的发心来保证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这已经至高无上。哦，我佛陀用着安尼来保证，你唔相信？啊，所以我嘛真正无法度对啦吼。所以我讲，如来是不公理者，狂叫做狂语，狂叫做欺骗。我如来就甲你欺骗，我从来就甲你欺骗这个物件。如来不以理者，义就是讲义就是改，义这个义就是啥？义就是讲变义，变义。我今日来讲安，明仔来讲安，今日来讲安，明仔来讲安。我如来袂甲你讲这个物件，所以如来用这5种语言，大家看好起。哦，如来较实就是这个道理吼。好，咱这样都比较过来吼。咱将这念一遍吼。苏摩地，如来所说法，如来所说法，诸法无实无虚，诸法无实无虚。苏摩地，苏摩地，欲菩萨心，欲菩萨心，作于法，作于法，自行布施，以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如人入暗，即无所见，即无所见。欲菩萨心，